就是不想做功課，就是不想做功課。上課要專心，上課不許和同學說話，課間不許互相追逐，不能大聲說話。很累啊，很想回家。叮當，耶，放學啦，我自由了。啦啦啦，放學鈴響我就跑，我是自由的小鳥，吃得好又睡得飽，我是快樂的小鳥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快去洗手吃飯，然後趕緊去做功課。為什麼要有功課這種東西？哇！快來跟我們一起玩吧！要完成功課，功課也太難，太多了。先吃點東西，玩一會兒再說吧。想去玩，還是有功課。功課不能拖到最後一刻，早點完成可以早點睡覺。不行不行，上學累了一天，我還是先玩一會兒再說。不可以，沒做完功課不許玩，怎麼要跟我打格嘛？我贏了，還是先玩一會兒吧，就只玩5分鐘，很多個5分鐘過去了。今天的題目一道比一道難，怎麼回事？應該早一點完成功課的，都怪功課這麼多，這麼難，很想睡。唉，真希望可以管束好自己。真是一個糟糕的孩子。和周姑娘聊聊天，在學校裏遵守了一天的規矩，上了一整天的課，回到家就想好好放鬆一下繃緊的神經，可是回到家裏也不能完全放鬆，因為還有功課在等着你，好苦惱啊！你也有和文樂類似的經歷和想法嗎？你是不是也經常在玩耍和做功課之間搖擺不定？第一，不用太緊張，先給自己充滿電。一整天的學習已經讓你消耗了很多能量，再加上從學校回到家裏時，時間和空間都發生了變化，也需要一點時間去過渡和適應，所以這時候回到家的你就像一個電量不足的機械人。因為電量不足，原本數量並不多的功課看起來都像一座小山那麼高了，感覺翻過去很費勁，害得你真有點不想面對。這不是你的錯，每個孩子都有電量不足的時候。哦，對了，大人也有喎，所以這時候你就需要充電了。小孩子最好的充電方式之一就是讓身體動起來，玩10分鐘追逐遊戲，或是跑跑跳跳，哈哈大笑，這些都能幫助你釋放緊張和壓力，讓你的身體和大腦變得輕鬆起來。把緊張和壓力排出去，能量才能專注進身體裏。充滿電的你有更有力量和信心去面對功課。所以當你坐回書桌前，你會發現功課並沒有想象中那麼難。第二，學會計劃，玩耍學習兩不誤。其實充電的過程就是放鬆的過程。重要的是學會控制好時間。如果擔心玩得太放縱，耽誤做功課，你可以提前計劃分配時間。例如回到家之後，先給自己20分鐘的充電時間，然後開始做功課，並且設好鬧鐘提醒自己。
解決難題有辦法，積極求助別害怕。要是你明明已經充滿了電，卻還是發現功課很難，自己不會做，那就代表這個知識點你還沒掌握。沒關係，那就再認真複習一篇老師上課教授的內容。如果複習也不能解決問題，那就趕緊向父母、老師或同學求助吧。別害怕被拒絕或被批評，相信你身邊的人都會願意幫助你解決難題的。試這麼做，如果你覺得完成功課是一項挑戰，而且這項挑戰時你感到緊張有壓力，那麼在開始做功課前，可以試試大象呼吸這個遊戲，這或能幫你卸下包袱，打起精神來。大象呼吸，兩隻手十指緊扣，向前伸長手臂，假裝手臂是大象的長鼻子，慢慢地挺直腰背，將大象鼻子向上舉舉的同時，緩緩吸氣，慢慢仰頭，讓面朝向天空，接着再慢慢彎下腰，讓大象鼻子緩緩伸向地面的同時，吐氣並顫動嘴唇，就像大象用鼻子噴水一樣，重複以上動作3次。小貼士，你還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，讓這個遊戲變得更有趣，例如假裝用大象鼻子發出噴水的聲音，越搞笑越好玩，你會越放鬆。讓你把這個遊戲的感受記錄下來，看遊戲前後做功課給你帶來的壓力值分別是多少，在下圖中用圖示的方式打分，0是完全冇壓力，10是最強壓力。想一想還有什麼好辦法？那次做功課的經歷讓你感覺最輕鬆最容易？你是怎樣做到的？哪些經驗是你以後做功課也可以用得上的？問題不只是有一種解決方法，或許你還可以找到更多適合自己的好辦法和來卸下包袱，重新打起精神，嘗試把它們寫下來。